嘿，大家好，我係 Dorothy，歡迎嚟到馬場謎語。呢度唔係普通嘅賽馬頻道，而係一個拆解我一直研究開馬房騎師同馬主嘅馬場鐵三角關係賭法。無論你係賽馬新手定係老手，其實跑馬都好浪費時間。我希望馬場謎語呢度會俾到大家一個不一樣嘅賭馬視角，同埋希望有時可以為大家提供到少少爛馬仔啦。作為第一次出片，我好希望我今次嘅馬匹推介可以一擊即中啦。今次我會為大家介紹嘅係大衛希斯馬房嘅分析。以希斯嘅出馬，今次佢都唔會啞火等收工咯。王牌坐落係布文嘅武林至尊同埋麥當勞隻古惑大師身上，而古惑大師嘅同主同馬房有另一匹馬叫做可靠大師。武林至尊係4班嘅田草16米同埋谷草1650都係算準，首次落5班重磅配布文戴翻頭罩，望落都幾可靠下。至於古惑大師同可靠大師之間，古惑大師應該就冇料到啦。上次跑同程田草1400米，快步速底下300米處望空都冇追勢咯。出面啲太太精神啊，連連歡呼，人和嘉誠話過就過晒你啦，再出嚟連連歡呼。人和嘉誠都有好表現，但係講嗰兩隻都有追勢，而古惑大師追都唔追多步咯。用埋陌生人麥當勞，睇嚟今個賽日會係馬主戲碼。可靠大師相對睇落去可靠好多嘢，初出就用田泰安啦，但係田泰安最近手氣咁差，就算馬主博馬都唔係我主要嘅投注對象咯。再睇下希斯其他馬匹，環球英雄首次落5班用合作較少嘅霍宏聲，少少誠意嘅感覺。佳運化3班都企唔穩，同場快馬由老班精神、中環精英加營造組裝，步速預計偏快。楊明倫入到最後直路好難埋尾㗎。99圍攻上次因為保羅傳奇事件搞到立地跌倒，最後仲要人道毀滅。99圍攻跑到200米處隻馬都冇衝勢，今次換人用麥當勞縮程到1004米真係靠估，同主常用嘅田泰安都唔跑，我覺得可以唔使考慮啦。而我今次推介馬匹第5場4班1800米，黃寶妮喺11號馬青春力量。青春力量係一隻團體馬，叫做青年人團體，成員當中包括咗大家比較熟悉嘅福智馬馬主鄭文昌先生同埋標系馬主楊俊健先生。大家如果細心啲，楊俊健嘅爸爸楊建文先生第6場4班1004米有出馬架，標誌福將團體名標誌團體，換言而之即係同主馬啦。標誌福將次次都雙位數過終點，丁冠豪安排再跑1004米大個交叉鼻庫，睇嚟神仙都難救啦。相反，同主嘅青春力量今季分別係田草1600同谷草1650各一 win， 睇落就正氣好多啦。青春力量跑法主動啦，今場2檔起步啦，跟前守好位，再減多10磅得返112磅啊，真情多200，老老實實都好有機會3甲返嚟㗎。所以今次推介第5場4班1800米嘅11號馬青春力量呢，我就買少少 pace，大家如果心水同路都可以投注買少少啦，希望可以中到啦。記得 like and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 啦，未來嘅賽日我都仲會出心水片㗎，記得多多支持啊！下次見啦，拜拜。